大家成日都話香港高樓大廈林立，係一個石屎森林。一個城市嘅建築代表住佢嘅繁華，而我哋身為發展呢個城市嘅其中一份子，點樣可以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呢？金門建築已經喺香港65年，業務主要有土木工程、樓宇建築、機電同地基等等。我哋有幸能夠參與到香港唔少具代表性嘅發展項目，包括香港國際機場、西九文化區、西九龍總站，以及屯門赤鱲角連接路等等，同香港一齊進步。一直以嚟，我哋會盡力喺工程採用創新嘅建築技術，採用低碳物料等等，以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嘅影響。就好似我哋馬鞍山白石城市大學學生宿舍同埋東京街重建項目咁，就用咗組裝合成法 MIC 啦。呢個方法預計可以減少建築廢料、噪音同埋減少碳排放㗎。另外，我哋引進咗香港第一部電動履帶式起重機，每年可以減少大約76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。我哋亦都引進 Carbon Pure 嘅技術，將工業過程產生嘅廢氣二氧化碳注入混凝土裡面，喺保持到混凝土強度嘅前提下，減少碳足跡。作為一間重視可持續發展嘅建築企業，我哋深信投資未來，減少資源浪費，係我哋嘅企業責任。要為香港建造業減碳打好基礎，最重要係揾到合適嘅綠色金融工具。未來就係依家呢一刻去建設。多謝星展銀行一直支持我哋嘅綠色建築理念，幫助我哋構建低碳同可持續發展嘅智慧城市。一齊 live more sustainably。